常住法师，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是我们民国了109年4月27，是礼拜一，星期一。那么我们早斋完了之后呢，按照往例呢，师父讲几句话给各位大家做一个法缘的交流，那么这一章呢，就告诉大家，我们来做参考。知足是天然的财富，奢侈是人为的贫穷，精进是无尽的能源，懈怠是隐形的危机。那么这几句话，我们应该会有感触有感触。在座各位一看就一目了然了，这没什么深奥，但是你必须要比较深入一点的、精辟一点的，做一番的分析啊，可能对我们一些看到的人会有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。知足就是我们知道满足啊，满足，各位是天然的财富，我就不贪了。我也不争，我也不抢，我也不求，我知足啦。所以知足是一个天底下最大的富有，他是最富有的人。所以一个人懂得知足，他不会去跟人家抢啊、争啊、去躲别人的东西，他不会。所以只要你懂得知足，那么是天然的财富，这是上天给你的最大的财富，你已经是最富有的人了，没有欠缺嘛。所以上一回我记得跟各位讲西洋哲学家苏格拉底，他跑到大的百货公司的前面一看，有这么上千上万的东西，琳琅满目啊！哎呀，这么多东西，他突然间无缘无故的站在那门口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以为他发疯了。那这个人这么有地位、这么有学问的人，为什么突然间你发疯起来大笑？是做什么？他回答告诉大家，他说：“你看我是多么富有的人，因为所有这里百货公司的任何东西我都没有欠缺，所以我是最富有的人。我们人呢，老是都是缺这个缺那个。”都缺，我为什么会缺？你贪嘛，你需要这个，所以你变成就不满足，永远都需要来填补啊，内心很空虚，所以你需要填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只要你懂得知足，这是非常大的财富。奢侈是人为的贫穷，奢侈一个人很浪费糟蹋东西。你看一个老员外他很有钱，他底下的人看他这么有钱吗？所以各位吃的东西剩下的饭菜就丢往那个一个小河流就往外丢，让它流走这样我们一般人看到都觉得怎么不懂得知福，不懂得惜福怎么这么不懂呢？但是这个老员外他本身的生活就是浪漫奢侈，各位这个不在意这些外来的东西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的自己的房子大宅院很大的宅院，突然间发生火烧了，烧起来，结果呢，这个一下子这个老员外变成一文不值了，知道吗？他变得非常的贫穷，现在走投无路了。有一天，他走到这个庙人的前面去了，看到那个师父在那里面，他想要跟他讨个饭吃，刚好因为碰到这个灾荒年那个年度呢刚好收成不好，五谷不收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生活。自己本身又现在
也没有分文呢，分文没有在身上，所以你看这个情况下，他的遭遇很可怜。结果呢，一个老和尚从庙里面走出来，看到他很可怜，那就布施，拿一碗饭呢，白米饭就供养给他。这老员外啊，看到这个米饭啊，吃得津津有味啊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满足，拼命的吃。吃饱了以后，他说：“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”这个老禅师，一个老法师就告诉他：“你不要谢，这就是你的东西啊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为什么？什么是我的东西呢？”因为他就告诉他：“你平常把这些剩菜剩饭呢，就倒在这个河流里面去。我们呢，在后头就把它捞起来，觉得可惜吧，太可惜了。我不喜欢浪费，所以我们呢就把它捞起来。现在晒干了以后，你看我留了好几篓米啊，那一袋一袋的这些食物呢，都是你浪费的东西，这样啊，你丢弃舍弃的东西。现在我把它储存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今天吃的白饭就是你自己丢的东西啊，你不要谢我，这是你自己的。”那个老员外啊，很羞愧，听完了以后就，哎呀，怎么呀，太不好意思了啊，太不好意思。所以你看，奢侈是人为的贫穷，你就是不爱惜东西嘛，啊，不爱惜东西，所以今天你造成贫穷。精进是无尽的能源，精进就一个人肯打拼、肯努力、肯奋发啊，奋发图强，对不对？你要认真向上，这个人对不对？无尽的能源，能源就好像加油一样，你汽车要不要油啊？要油料。你发电呢，一定要有煤炭呢，啊，那么这些就是能源。只要你肯努力，你肯打拼，一定可以成功。那么有无尽的能源，无尽的后头的那种原料，一直不断的供应给你，那你源源不绝的，你发现很有精神。很有精神，很有力量，很有这种目标，各位，那么你就能够一直往前进，一直往上来前进。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有用的人，绝对必然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所以精进，你看我们做修道来讲，也是一样，不要懈怠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，每天的功课做完了，好好的念佛，多念佛。对人啊，待人处事也是要慈悲善良。如果你懂得这样子精进，这叫精进，对不对？懈怠是隐形的危机，你要懒惰、逃避，不愿意跟大众配合，那你很懈怠、很懒惰的意思，这是隐藏的危机啊！很快人家不喜欢你了，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了。因为你是一个不合作的混子嘛，你应该要奉献的地方，你都逃避，躲得远远的，让人家看破手脚了。这个人啊，真的很难跟他相处，因为工作老是给别人来分担，他一个人呢就躲得开的，这叫懈怠。我们用功也是一样，看经书也一样，念佛也一样，你一定要精进，不可以懈怠。你一旦懈怠，糟蹋生命嘛，浪费你的时光嘛，对不对？时间就是金钱呐，金钱、时间也是生命，所以你一旦懈怠了，就是隐藏着很大的危机。大家不喜欢你啊，大家讨厌你，甚至得不到别人对你的恭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懈怠了，做什么事情都逃避，这种动作呢，会引起大家的共愤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深切去了解、体会，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一个懂得勤奋、懂得努力的，好好跟大众配合。这个人你走到哪里，大家都欢迎，大家都欢迎。一个人被欢迎的人，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嘛，你才有价值。如果你走到哪里，大家给你吐口水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个人就一文不值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。我们大家念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。知足是天然的财富。
这一段呢，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相信在我们日后往后的生活当中，你只要把这个原则抓住，我们必然你的生活是很充实的，而且生活是非常安定的没有任何欠缺过得非常的太平，很安乐的好日子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原则，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